嗱，見到黑頭，你仲係唔係忍唔住咁夾硬去擠，定係用黑頭貼連根拔起啊？嗱，以前舊式咧去黑頭嘅方法咧，最中意用啲黑頭針啦，沿住個鼻翼咁樣死刮爛刮，哇！啲黑頭粉刺嗰一刻瞬間擠晒出嚟喎，客人有爽，美容師有爽，哇！畫面極度療愈啊！但係點解清完2日黑頭又會生翻晒出嚟嘅呢？結果每星期都係去清咯，搞到變成啲毛孔咧越嚟越粗，好似士多啤梨鼻咁樣啦。美國皮膚科醫學期刊 JAAD 咧嘅研究警告啊，夾硬咧出力去擠咧，或者用黑頭貼撕走啲黑頭，等於咧對毛孔咧進行物理性嘅損害，親手撕裂緊你嘅真皮層。毛孔一旦咧被破壞咧，失去彈性，就永遠都縮唔翻轉頭噶啦。嗱，仲有喎，當皮膚咧受到強烈嘅刺激，皮脂腺就會啟動咗一個代償性嘅反應，即係大腦以為你皮膚受損，於是咧就瘋狂咁分泌更加多嘅油脂湧上喺你嘅表皮去保護你啊！嗱，結果就係黑頭生得又大又深，毛孔反覆咁發炎，仲會變成永久性嘅凹凸洞同埋黑印添。嗱，想真正有效咁解決咧黑頭粉刺嘅問題，記住唔好去擠，亦都唔好去刮啦，要靠溶。嗱，建議咧就透過溫和嘅果酸去角質嘅療程啦，深入毛孔嘅底層，將固化咗嘅油垢咧慢慢咁溶解，加速代謝，咁樣咧清黑頭咧先至唔會傷你嘅毛孔啊嘛，皮膚咧仲會慢慢咁平滑同埋光澤添。嗱，我係你皮膚驗證專家 Ada， 想擁有零毛孔、零黑頭嘅滑溜鼻，嗱，即刻喺下面留言預約，我會送你一次咧專業嘅皮膚分析儀去做一個檢測，幫你咧對症下藥。